学，命运的玩笑究竟怎么解？开挂的系统就能不停歇？一板一副，我整个失联，阵法招式和境界，谁值得考验？是我一击看下去。来不及防备，逼得我无路可退，这战该是什么鬼？你什么段位？我堂堂的天神，主宰谁怕谁？别给我机会，我要一路到神迹，人生中不是原罪，怒气都加倍，热闹我的歌要小心添加积累。安利师兄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啊？下一集在哪儿啊？你点击追番就知道了哟。等等啊！我们来了！安林，快！安林，安林，加油！安林，我这羽翼啊，怎么了？好难驾驭。安神，小兰女神真给力哦，安林的脸真是硬啊，这样赶不上啊！老师。这趟去石龙洲，我替你带队吧。有凶险？大凶。又跟安林有关？很快我们将飞入星空，都坐下吧。安神，你可是干掉了暗夜真王的男人，给我追上去！安神上去！安神上去！安神！你们都是给小兰加油啊！安林，小兰，追不上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要一起留在书院了？应该是吧。那要不我们不追了？啊？不去那不就挂科了？没事啊。我们可以做社会实践部分呀。去哪里实践啊？比如去我老家朱雀宗。哎，好啊，我还没去过宗门大派呢。小兰，那咱们说定了。好。晨光里的书院真美啊。这是放弃了吗？我来晚了，安弟，安神师弟，黄师兄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听说你击败了暗夜真王，我被彻底震撼了。我更加坚信人定胜天，我的枪意也随之突破了。哦，真的，恭喜啊！安神师弟，今天我就要报答你，我要用我今生最强一枪，送你们上去！多谢王师兄，不客气。安神师弟，小兰，我们不用挂科了。可是不，我不会让你挂科的。看招，来，九一上！再会，安神师弟。去吧，安神！这个威亚，是安林和小兰。安林，小兰，加油啊！
你去有用吗？天道之节，去不去换谁去都没用。那我就当不知道。走了。只有人可以胜天，你要想法子让孩子们团结起来，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胜利。期待再会，宁远老师。一个个喊得情真意切，就不知道拉一把。10息之后，飞剑将达到化神速度，他们就再也追不上了。这可怎么办啊9，我们给安林助力加速，赶快加入帮忙拉一把。8、7、6。不行，还不够，大家助力啊5、4、3、上来！安林，别放弃！安林，对不起，我们没能赶上。交给我吧。孔雷术，剑生死。小丁，1。好险！太好了，安林，安林，安林，很好的，这真太好了！哪里，学好数理化，修炼不在话下。恭喜小兰，成为1年级第3名突破至御灵境的弟子。小兰，这才像一个班呢。太厉害了！禀报大军，妖王3名与虫巢大军10万均已就位。等我号令，席卷石龙洲，屠尽人族修士。是。神佛敬告天道神明。孩子们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——石龙洲。石龙洲是我兽族初代真神的合道之地，上古以来都是我族圣地。直到1万年前，人族最强盛的紫星文明覆灭，并在石龙洲留下了重要遗迹。天盟频繁来此地搜索紫星遗迹。从此，我族和人族不断冲突，直至千年之战爆发。战火延绵至今，已有万年之久。老师，石龙洲跟凡间一座古城很像哎，那座古城诞生了2种神教，这俩神教几千年一直打仗，一开始是为了各自的神打，后来为钱为权，到今天已经不打不行了。没错，天盟最初是为了紫星遗迹而与兽族开战，
但在寻觅遗迹多年无果之后，如今天盟已经把大战当作削弱兽族，并向各族展示实力的立威之举。而我兽族则要借大战压制内部的族系冲突。对两族而言，1000年大战已成棋子之事。老师，人族有输过1000年之战吗？大家听课，听课。10次1000年之战，我族赢7，输的3次都是因为没有参战，直接让出石龙舟。为啥不参战啊？因为人族当时要跟其他族开战。感觉我们才是反派啊！穷兵黩武，不异于饮鸩止渴。战火总有一天会失控。万年来，石龙舟山河破败，尸横遍野，连我师父都因此殒命。这如山如海的深仇，该了一了。孩子们，凡间有的国家不信神，不打仗，也能族群昌盛。我希望大家能向凡人学习，这是我教授凡学课的本意。老师，1000年大战已无法停止，我们要让人族永远赢下去。我的野望到此为止，我要打造紫星遗迹，终结石龙舟万年之乱，请天道助我一臂之力。神符，用这柄空间权杖，可将整片石龙舟大地封入独立空间，而你就是这片空间的主人。生存还是毁灭，都由你裁决。老师，这次出行为何通知我们不带武器？要是遭遇战斗怎么办？班长，在。我们快到石龙舟了，你来带带气氛吧，大家活动活动。老师，有网吗？让大家上网学习凡学好吗？集体活动上什么网？那我们拉歌吧。拉歌好啊！我看凡间的弟子集体活动都要拉歌，我们也试试吧。那我起个头，我们就唱凡间最经典的那首。好啊！1、2、3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轩辕城，你不对，节奏不对，你再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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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客人到，虫兽同胞们可以出发。开始吗？歌颂太阳，5日3省吾身低调模样，有点困难。且慢，我想有些事情不适合太快。比如谁会太情况，经济名额优先，报名队伍这边排。有些事要喜欢才会痛快，志同道合这一数就是真爱。有些事不一定照规矩来，但下次外挂别再开，我们用心对待。走
来，就当一回游戏天才。笑容决定运气好坏，但要给我算命，请走开。下次带你领略城市色彩，听听凡人。